Unit 1去泰國 1.1 阿怡同阿明結婚。阿偉、阿明同阿怡好細個就係好朋友。阿偉同阿明兩個人都好鍾意阿怡。阿偉、阿明同阿怡好細個就係好朋友。阿偉同阿明兩個人都好鍾意阿怡。可惜阿怡唔鍾意阿偉，淨係鍾意阿明。阿怡淨係當阿偉係好朋友啫。可惜阿怡唔鍾意阿偉，淨係鍾意阿明。阿怡淨係當阿偉係好朋友啫。後來阿偉知道阿明同阿怡好快就會結婚，佢好唔開心。後來阿偉知道阿明同阿怡好快就會結婚，佢好唔開心。1.2遇見女巫師。阿偉嘅好朋友華迪就話同阿偉一齊去泰國旅行散心。阿偉嘅好朋友華迪就話同阿偉一齊去泰國旅行散心。喺泰國，佢哋見到一個泰國山區部族嘅女巫師。喺泰國，佢哋見到一個泰國山區部族嘅女巫師。個女巫師好後生，好靚，但係個樣就冷若冰霜，好似好高傲咁。個女巫師好後生，好靚，但係個樣就冷若冰霜，好似好高傲咁。1.3會再返泰國。女巫師問阿偉係咪喺泰國出世嘅？女巫師問阿偉係咪喺泰國出世嘅？阿偉就話係，但係好細個嗰陣，爹哋媽咪已經同佢一齊搬咗去香港。阿偉就話係，但係好細個嗰陣，爹哋媽咪已經同佢一齊搬咗去香港。女巫師好想同阿偉講出佢嘅身世，但係女巫師提出阿偉心事重重，亦預知阿偉好快就會遇到問題嚟揾佢。女巫師好想同阿偉講出佢嘅身世，但係女巫師睇出阿偉心事重重，亦預知阿偉好快就會遇到問題嚟揾佢，所以女巫師就留咗自己嘅地址俾阿偉，叫阿偉如果有問題就嚟揾佢。所以女巫師就留咗自己嘅地址俾阿偉，叫阿偉如果有問題就嚟揾佢。原來女巫師由阿偉手臂上邊嘅胎記認出佢就係佢哋死咗嘅族長嘅親生仔。原來女巫師由阿偉手臂上邊嘅胎記認出佢就係
佢哋死咗嘅族長嘅親生仔。Unit 2 撞車。2.1 阿明係壞人。另一面，阿明已經同阿怡結咗婚，但係原來阿明表面上為人正直，其實就非常艱險。另一面，阿明已經同阿怡結咗婚，但係原來阿明表面上為人正直，其實就非常艱險。佢唔係真心鍾意阿怡嘅，佢只係想得到阿怡爹哋嘅家產。佢唔係真心鍾意阿怡嘅，佢只係想得到阿怡爹哋嘅家產。結咗婚之後，阿明住喺阿怡爹哋嘅屋企。結咗婚之後，阿明住喺阿怡爹哋嘅屋企。2.2 害死阿怡爹哋。有一晚，佢趁住淨係得佢同阿怡嘅爹哋喺屋企，佢將阿怡爹哋嘅哮喘藥換咗一個空樽。有一晚，佢趁住淨係得佢同阿怡嘅爹哋喺屋企，佢將阿怡爹哋嘅哮喘藥換咗一個空樽，跟住就將冷氣校到好凍，令到阿怡爹哋哮喘病發。嗰晚，阿怡爹哋就死咗。跟住就將冷氣校到好凍，令到阿怡爹哋哮喘病發。嗰晚，阿怡爹哋就死咗。2.3 車禍。後尾，阿明將阿怡嘅剎車整壞，再通知阿怡自己喺西貢撞車受咗傷。後尾，阿明將阿怡嘅剎車整壞，再通知阿怡自己喺西貢撞車受咗傷。阿怡趕去睇佢，所以開快車。轉彎嗰陣又唔可以剎慢架車，所以撞車，重傷昏迷入院。阿怡趕去睇佢，所以開快車。轉彎嗰陣又唔可以剎慢架車，所以撞車，重傷昏迷入院。醫生話阿怡冇得救，只係剩返幾日命。醫生話阿怡冇得救，只係剩返幾日命。Unit 3 心降。3.1 請女巫師幫手。阿偉知道呢件事，即刻去泰國揾女巫師。阿偉知道呢件事，即刻去泰國揾女巫師。初時，女巫師話佢都冇辦法幫阿怡。初時，女巫師話佢都冇辦法幫阿怡，因為佢哋所學嘅巫術同埋降頭都係用嚟害人嘅，係唔可以用嚟救人嘅。因為佢哋所學嘅巫術同埋降頭都係用嚟
害人嘅，係唔可以用嚟救人嘅。阿偉係咁嗌女巫師，叫佢諗辦法。阿偉係咁嗌女巫師，叫佢諗辦法。3.2 心降。最尾女巫師忍唔住阿偉嘅苦苦哀求，就講出咗唯一可以救人嘅降頭，叫心降。最尾女巫師忍唔住阿偉嘅苦苦哀求，就講出咗唯一可以救人嘅降頭，叫心降。心降能夠令所愛嘅人身體上嘅疾病同創傷轉移到自己身上。心降能夠令所愛嘅人身體上嘅疾病同創傷轉移到自己身上。中咗心降嘅人，每逢半夜個心都會好痛。中咗心降嘅人，每逢半夜個心都會好痛。1個月之後，呢個人就會死。1個月之後，呢個人就會死。而當一個人中咗心降之後，右手掌心就會出現一個紅點，呢個係中咗心降嘅人嘅標記。而當一個人中咗心降之後，右手掌心就會出現一個紅點，呢個係中咗心降嘅人嘅標記。為咗救阿姨，阿偉完全冇考慮，就決定用心降。為咗救阿姨，阿偉完全冇考慮，就決定用心降。3.3 寶藏。但係女巫師要求，如果佢幫阿偉用心降，佢就要幫女巫師攞寶藏，以復興佢嘅部族。但係女巫師要求，如果佢幫阿偉用心降，佢就要幫女巫師攞寶藏，以復興佢嘅部族。原來女巫師係屬於巴根族嘅。原來女巫師係屬於巴根族嘅。好多年前，佢哋係一個好強大嘅部族，族長好有領導才能。好多年前，佢哋係一個好強大嘅部族，族長好有領導才能。佢將族人剩餘嘅財寶收埋喺一個地方。佢將族人剩餘嘅財寶收埋喺一個地方。佢驚其他部族嘅人會嚟偷個寶藏，所以佢做咗好多機關。佢驚其他部族嘅人會嚟偷個寶藏，所以佢做咗好多機關，而且用血鎖咒鎖住寶藏入口嘅門，而且用血鎖咒鎖住寶藏入口嘅門。冇佢血緣嘅人係打開唔到呢道門嘅。冇佢血緣嘅人係打開唔到呢道門嘅。3.4 打仗。後尾佢哋同隔籬嘅部族
托爾族打仗，後尾佢哋同隔籬嘅部族托爾族打仗，佢哋打輸咗，好多族人都死咗，財物都俾托爾族嘅人搶走。佢哋打輸咗，好多族人都死咗，財物都俾托爾族嘅人搶走。族長知道托爾族會追殺佢哋全家，族長知道托爾族會追殺佢哋全家，於是就將嗰陣手抱咁大嘅阿偉交俾一個經過嗰度嘅傳教士，於是就將嗰陣手抱咁大嘅阿偉交俾一個經過嗰度嘅傳教士，叫個傳教士將阿偉帶離開嗰度，叫個傳教士將阿偉帶離開嗰度。3.5 族長全家被殺。第二日，托爾族就揾到族長一家人，將佢哋全部殺死。第二日，托爾族就揾到族長一家人，將佢哋全部殺死。女巫師同族人一直都喺度揾個 BB 嘅下落。女巫師同族人一直都喺度揾個 BB 嘅下落。佢哋知道個細蚊仔手臂上有一個月形胎記，佢哋知道個細蚊仔手臂上有一個月形胎記，所以女巫師第一次見到阿偉嗰陣就認出佢係族長嘅仔，所以女巫師第一次見到阿偉嗰陣就認出佢係族長嘅仔。而經過嗰次戰敗，佢哋族人都好窮困，好需要攞返嗰個寶藏。而經過嗰次戰敗，佢哋族人都好窮困，好需要攞返嗰個寶藏。3.6 阿偉俾一對夫婦收養。阿偉亦都講出佢嘅父母同佢講過，佢哋係由一個傳教士度收養阿偉嘅。阿偉亦都講出佢嘅父母同佢講過，佢哋係由一個傳教士度收養阿偉嘅。因為嗰對夫婦冇細蚊仔，所以就收養咗阿偉，而且對阿偉好好，好似親生仔一樣。因為嗰對夫婦冇細蚊仔，所以就收養咗阿偉，而且對阿偉好好，好似親生仔一樣。收養阿偉嘅夫婦係華僑，過咗2年就由泰國搬咗去香港住。收養阿偉嘅夫婦係華僑，過咗2年就由泰國搬咗去香港住。佢哋收養阿偉嗰陣，見到阿偉頸上邊攬住一個好特別嘅玉嘴，個玉嘴刻咗一啲符號。佢哋收養阿偉嗰陣，見到阿偉頸上邊攬住一個好特別
別嘅玉嘴，個玉嘴刻咗一啲符號。佢哋估係阿偉嘅親生父母留低俾阿偉嘅，佢哋叫阿偉要好好保存呢個玉嘴，將來或者可以見返自己嘅親生父母。佢哋估係阿偉嘅親生父母留低俾阿偉嘅，佢哋叫阿偉要好好保存呢個玉嘴，將來或者可以見返自己嘅親生父母。但係阿偉估唔到，原來佢嘅父母喺離開佢嘅第二日就已經死咗。但係阿偉估唔到，原來佢嘅父母喺離開佢嘅第二日就已經死咗。3.7 應承返嚟。阿偉明白咗一切，話就算唔係要求女巫師幫佢，佢亦都會幫族人攞返嗰個寶藏，因為嗰個寶藏根本就係屬於佢哋族人嘅。阿偉明白咗一切，話就算佢唔係要求女巫師幫佢，佢亦都會幫族人攞返嗰個寶藏，因為個寶藏根本就係屬於佢哋族人嘅。佢應承返香港救咗阿姨之後，就會即刻返嚟泰國幫女巫師攞寶藏。佢應承返香港救咗阿姨之後，就會即刻返嚟泰國幫女巫師攞寶藏。女巫師喺阿偉嘅手指度割咗一下，攞咗一啲血放喺一個樽仔入邊，施咗心降，就叫阿偉帶返香港。女巫師喺阿偉嘅手指度割咗一下，攞咗一啲血放喺一個樽仔入邊，施咗心降，就叫阿偉帶返香港。佢叫阿偉將呢啲血滴喺阿姨手上，咁阿姨就會冇事。佢叫阿偉將呢啲血滴喺阿姨手上，咁阿姨就會冇事。救阿姨。4.1 喺醫院。阿偉返到香港嗰陣，阿姨仲未醒。阿偉返到香港嗰陣，阿姨仲未醒。阿偉將啲血滴落阿姨手度嘅時候，阿明啱啱入嚟病房睇阿姨。阿偉將啲血滴落阿姨手度嘅時候，阿明啱啱入嚟病房睇阿姨。阿明對阿偉冷言冷語，阿偉好嬲，質問阿姨今次嘅意外係唔係阿明刻意造成嘅。阿明對阿偉冷言冷語，阿偉好嬲，質問阿姨今次嘅意外係唔係阿明刻意造成嘅。而且佢覺得阿姨爹哋嘅死亦都好可疑，而且佢覺得阿姨爹哋嘅死亦都好可疑。點知阿明話係佢整壞阿姨架車，而且阿姨爹哋亦都係佢害死嘅。
點知阿明話係佢整壞阿姨架車，而且阿姨爹哋亦都係佢害死嘅。但係阿偉冇證冇據，阿偉係冇佢辦法嘅。但係阿偉冇證冇據，阿偉係冇佢辦法嘅。阿明估唔到阿姨因為心降已經完全清醒返。阿明估唔到阿姨因為心降已經完全清醒返。佢聽到阿明所講嘅一切，好嬲咁同阿偉離開咗醫院。佢聽到阿明所講嘅一切，好嬲咁同阿偉離開咗醫院。4.2再返泰國。阿偉驚阿明會傷害阿姨，所以帶埋阿姨一齊去泰國揾女巫師。阿姨驚阿明會傷害阿姨，所以帶埋阿姨一齊去泰國揾女巫師。女巫師幫阿姨施咗護降，如果有人要害阿姨，嗰個人就會自食其果。女巫師幫阿姨施咗護降，如果有人要害阿姨，嗰個人就會自食其果。而女巫師同阿偉就去揾寶藏，而女巫師同阿偉就去揾寶藏。Unit 5攞寶藏。5.1救女巫師。族長當時係畫咗機關圖嘅，但係喺同托爾族打仗嗰陣已經燒爛咗。族長當時係畫咗機關圖嘅，但係喺同托爾族打仗嗰陣已經燒爛咗，所以佢哋只好冒險經過重重機關去攞寶藏。所以佢哋只好冒險經過重重機關去攞寶藏。女巫師幾次都爭啲會死，好彩阿偉身手靈敏，又肯冒險救女巫師，所以結果佢都冇事。女巫師幾次都爭啲會死，好彩阿偉身手靈敏，又肯冒險救女巫師，所以結果佢都冇事。女巫師亦因為咁不自覺咁鍾意咗阿偉，女巫師亦因為咁不自覺咁鍾意咗阿偉。最後佢哋終於攞到寶藏。最後佢哋終於攞到寶藏。寶藏係收埋喺好遠嘅地方，來回連埋揾寶藏嘅時間要幾日。寶藏係收埋喺好遠嘅地方，來回連埋揾寶藏嘅時間要幾日。5.2真正嘅女巫師。喺呢幾日裏面，阿偉見到女巫師雖然外表好冷傲好惡，一啲都唔平易近人，但係其實心地好好。喺呢幾日裏面，阿偉見到女巫師雖然外表好冷傲好惡，一啲都唔平易近人，但係其實心地好好。
女巫師見到一隻白兔受咗傷，佢好細心咁幫隻白兔清洗傷口，又餵嘢俾隻白兔食。女巫師見到一隻白兔受咗傷，佢好細心咁幫隻白兔清洗傷口，又餵嘢俾隻白兔食。女巫師見到隻白兔好返啲之後，就好似一個細蚊女，好開心咁笑。女巫師見到隻白兔好返啲之後，就好似一個細蚊女，好開心咁笑。呢次係有位第一次見到女巫師笑，佢笑起上嚟個樣更加甜，更加可愛。呢次係阿偉第一次見到女巫師笑，佢笑起上嚟個樣更加甜，更加可愛。阿偉唔明白點解平時女巫師要玩得咁惡。阿偉唔明白點解平時女巫師要扮得咁惡。佢諗可能因為佢哋族人以前同其他族人打仗，佢對人冇信心。佢諗可能因為佢哋族人以前同其他族人打仗，佢對人冇信心。佢好想保護自己，亦都好想收埋自己。佢好想保護自己，亦都好想收埋自己。嗰陣，阿偉唔知其實喺女巫師嘅背後有一個令佢好難過同刻骨銘心嘅故事。嗰陣，阿偉唔知其實喺女巫師嘅背後有一個令佢好難過同刻骨銘心嘅故事。另外，阿偉感覺到女巫師好似好剛強，但係內心其實好柔弱。另外，阿偉感覺到女巫師好似好剛強，但係內心其實好柔弱。5.3 真正愛嘅人。阿偉亦都發覺自己慢慢咁愛上咗女巫師。阿偉亦都發覺自己慢慢咁愛上咗女巫師。佢發覺自己對女巫師嘅感覺同對阿姨嘅感覺係唔同嘅。佢發覺自己對女巫師嘅感覺同對阿姨嘅感覺係唔同嘅。呢個時候，阿偉醒覺到佢對阿姨嘅感情只係好似阿哥好錫妹妹一樣。呢個時候，阿偉感覺到佢對阿姨嘅感情只係好似阿哥好錫妹妹一樣。雖然佢而家都可以為咗阿姨死，但係佢自己真正愛嘅人係女巫師。雖然佢而家都可以為咗阿姨死，但係佢自己真正愛嘅人係女巫師。而家阿偉同女巫師都愛上對方，但係兩個人都知道係唔可能同對方喺埋一齊嘅，所以佢哋都將自己對對方嘅感情收埋。而家阿偉同女巫師都愛上對方，但係
兩個人都知道係唔可能同對方喺埋一齊嘅，所以佢哋都將自己對對方嘅感情收埋。5.4 都行。由女巫師鍾意咗阿偉嗰日開始，女巫師身上就出現咗一啲刀痕。由女巫師鍾意咗阿偉嗰日開始，女巫師身上就出現咗一啲刀痕。呢啲刀痕好似刀割咁痛，而且一日多過一日。呢啲刀痕好似刀割咁痛，而且一日多過一日。Unit 6， 阿明追殺阿儀。6.1， 阿明揾到阿儀。另一方面，好似佢哋諗咁，阿明查到阿儀嘅下落。另一方面，好似佢哋諗咁，阿明查到阿儀嘅下落。佢帶咗幾個人嚟泰國殺阿儀，希望可以繼承佢爹哋嘅遺產。佢帶咗幾個人嚟泰國殺阿儀，希望可以繼承佢爹哋嘅遺產。6.2 向阿儀開槍。阿儀雖然叫阿明自首，但係阿明唔聽，佢哋一齊向阿儀開槍。阿儀雖然叫阿明自首，但係阿明唔聽，佢哋一齊向阿儀開槍。但係因為阿儀身上有護槓，中槍嘅反而係佢哋。但係因為阿儀身上有護槓，中槍嘅反而係佢哋。Unit 7， 破解心槓。7.1， 阿偉同女巫師返嚟。冇幾耐之後，阿偉同女巫師攞咗寶藏返嚟，族人都好開心。冇幾耐之後，阿偉同女巫師攞咗寶藏返嚟，族人都好開心。阿儀因為阿偉所做嘅嘢好感動，變得好鍾意阿偉。佢唔知阿偉而家最愛嘅其實係女巫師。阿儀因為阿偉所做嘅嘢好感動，變得好鍾意阿偉。佢唔知阿偉而家最愛嘅其實係女巫師。玉嘴。距離阿偉中咗心槓差唔多1個月，佢知道自己好快就要死。距離阿偉中咗心槓差唔多1個月，佢知道自己好快就要死。佢好想將由細已經陪佢一齊嘅玉嘴留俾佢最愛嘅人做紀念。佢好想將由細已經陪佢一齊嘅玉嘴留俾佢最愛嘅人做紀念。佢將個玉嘴擠喺一個盒度，盒上面就寫住係俾女巫師嘅，然後放喺枕頭底。佢將個玉嘴擠喺
一個盒度，盒上面就寫住係俾女巫師嘅，然後放喺枕頭底。佢諗佢死咗之後，女巫師會見到個盒同個玉嘴。佢諗佢死咗之後，女巫師會見到個盒同個玉嘴。7.3 破解心降。女巫師亦都知道阿偉就嚟會死，佢為咗救阿偉，決定用心降將阿偉所中嘅心降轉移到自己身上。女巫師亦都知道阿偉就嚟會死，佢為咗救阿偉，決定用心降將阿偉所中嘅心降轉移到自己身上。佢阿偉話係從寶藏裏面揾到破解心降嘅方法。佢阿偉話係從寶藏裏邊揾到破解心降嘅方法。佢攞咗一啲自己嘅血，施咗心降之後，就滴喺阿偉嘅手上。佢攞咗一啲自己嘅血，施咗心降之後，就滴喺阿偉嘅手上。過咗一陣間，阿偉手掌嘅紅點就唔見咗。過咗一陣間，阿偉手掌嘅紅點就唔見咗。女巫師見阿偉冇事，就叫佢同阿姨一齊離開泰國返香港。女巫師見阿偉冇事，就叫佢同阿姨一齊離開泰國返香港。7.4 預備返香港。阿姨好開心，諗住可以同阿偉返香港過平淡嘅生活。阿姨好開心，諗住可以同阿偉返香港過平淡嘅生活。阿偉好想同阿姨講清楚，佢而家鍾意嘅係女巫師。阿偉好想同阿姨講清楚，佢而家鍾意嘅係女巫師，但係佢唔知點樣開口同阿姨講，佢覺得好為難。但係佢唔知點樣開口同阿姨講，佢覺得好為難。阿偉知道阿明已經令阿姨好傷心，佢唔想自己再令到阿姨傷心。阿偉知道阿明已經令到阿姨好傷心，佢唔想自己再令到阿姨傷心，所以佢決定同阿姨一齊返香港。所以佢決定同阿姨一齊返香港。7.5 發現玉嘴。點知阿姨幫阿偉執佢嘅嘢，預備返香港嘅時候，無意中發現阿偉留俾女巫師嘅玉嘴。點知阿姨幫阿偉執佢嘅嘢，預備返香港嘅時候，無意中發現阿偉留俾女巫師嘅玉嘴。佢知道阿偉最鍾意嘅係呢個玉嘴，所以佢知道阿偉而家最鍾意嘅人係女巫師，而唔係自己。佢知道阿偉
最鍾意嘅係呢個玉嘴，所以佢知道阿偉而家最鍾意嘅人係女巫師，而唔係自己。佢而家明白點解阿偉近來成日都避開佢，佢亦都明白點解阿偉而家雖然冇事，但係都仲係心事重重咁。佢而家明白點解阿偉近來成日都避開佢，佢亦都明白點解阿偉而家雖然冇事，但係都仲係心事重重咁。佢知道阿偉而家鍾意嘅係女巫師，阿偉只係同情自己，所以應承同自己返香港。佢知道阿偉而家鍾意嘅係女巫師，阿偉只係同情自己，所以應承同自己返香港。阿姨決定自己一個人靜靜返香港。阿姨決定自己一個人靜靜返香港。佢留低咗一封信俾阿偉，祝佢同女巫師會永遠幸福快樂。佢留低咗一封信俾阿偉，祝佢同女巫師會永遠幸福快樂。7:06，阿偉發現阿姨走咗。第二日一早，阿偉發現阿姨一個人走咗。第二日一早，阿偉發現阿姨一個人走咗。佢好擔心阿姨，諗住同女巫師辭行之後就即刻返香港。佢好擔心阿姨，諗住同女巫師辭行之後就即刻返香港。Unit 8，知道真相。8.1，冇破解心降。當佢行到女巫師房門口，啱啱聽到女巫師嘅徒弟阿內同女巫師講緊嘢。當佢行到女巫師房門口，啱啱聽到女巫師嘅徒弟阿內同女巫師講緊嘢。原來阿內啱啱無意中發現到女巫師右手掌心有一個紅點。原來阿內啱啱無意中發現到女巫師右手掌心有一個紅點，所以阿內知道女巫師冇破解到心降，佢只係用心降將阿偉所中嘅心降轉移到自己身上，所以阿內知道女巫師冇破解到心降，佢只係用心降將阿偉所中嘅心降轉移到自己身上。阿內唔明白女巫師點解要咁樣做，認為唔值得為阿偉死。阿內唔明白女巫師點解要咁樣做，認為唔值得為阿偉死。佢覺得女巫師對於族人係好重要嘅，佢應該珍惜自己嘅生命。佢覺得
女巫師對於族人係好重要嘅，佢應該珍惜自己嘅生命。8.2 會變得好老。女巫師話佢唔會因為中咗心降而死，因為佢有巫師嘅法力。女巫師話佢唔會因為中咗心降而死，因為佢有巫師嘅法力。但係喺呢一個月，佢會老得好快。1個月之後，佢會變成60歲咁樣。但係喺呢一個月，佢會老得好快。1個月之後，佢會變成60歲咁樣。阿奈話，既然係有位自己選擇去為阿兒死，女巫師就唔值得為有位而令到自己變成60歲咁樣。阿奈話，既然係阿偉自己選擇去為阿兒死，女巫師就唔值得為阿偉而令到自己變成60歲咁樣。女巫師話，愛情從來就冇話對與錯，值與唔值，應該與唔應該。女巫師話，愛情從來就冇話對與錯，值與唔值，應該與唔應該。而且佢反正會因為自己曾經發過嘅一個誓而死，而且佢反正會因為自己曾經發過嘅一個誓而死。8.3 發誓。原來佢以前有一個男朋友，個男仔唔係真正鍾意佢嘅，只係想從佢身上學巫術去作惡。原來佢以前有一個男朋友，個男仔唔係真正鍾意佢嘅，只係想從佢身上學巫術去作惡。女巫師嘅爸爸亦都係一個好叻嘅巫師，佢當時已經睇出嗰個男仔唔係一個好人，叫女巫師離開佢。但係好可惜，女巫師唔信，依然同個男仔喺埋一齊。女巫師嘅爸爸亦都係一個好叻嘅巫師，佢當時已經睇出嗰個男仔唔係一個好人，叫女巫師離開佢。但係好可惜，女巫師唔信，依然同個男仔喺埋一齊。後尾因為佢爸爸揭穿咗嗰個男仔嘅真面目，而且想阻止佢去作惡害人，結果俾嗰個男仔殺死咗。後尾因為佢爸爸揭穿咗嗰個男仔嘅真面目，而且想阻止佢去作惡害人，結果俾嗰個男仔殺死咗。雖然女巫師最尾都將嗰個男朋友殺死，但嗰陣佢就發誓，將來自己如果愛上任何男人，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雖然女巫師最尾都將嗰個男朋友殺死，
但嗰陣佢就發誓，將來自己如果愛上任何男人，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8.4 誓言應驗。而家嗰個誓已經應驗咗，由佢愛上阿偉嗰日開始，佢身上就出現一啲刀痕，而且每日咁增加。而家嗰個誓已經應驗咗，由佢愛上阿偉嗰日開始，佢身上就出現一啲刀痕，而且每日咁增加。刀痕好似刀割咁痛，直至滿咗1000條刀痕，佢就會死。刀痕好似刀割咁痛，直至滿咗1000條刀痕，佢就會死。阿內問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女巫師話有2個方法可以令佢唔使死。阿內問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女巫師話有2個方法可以令佢唔使死。一係喺佢身上未出現1000條刀痕之前，親手將所愛嘅人殺死；一係喺佢身上未出現1000條刀痕之前，親手將所愛嘅人殺死；二係所愛嘅人真心愛上自己，而且願意為自己發誓，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將會死喺千刀之下。二係所愛嘅人真心愛上自己，而且願意為自己發誓，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將會死喺千刀之下。阿內話，反正阿偉中咗心降，都係要死，女巫師可以親手殺死阿偉，咁就可以唔使死。阿內話，反正阿偉中咗心降，都係要死，女巫師可以親手殺死阿偉，咁就可以唔使死。但係女巫師話佢唔會殺一個曾經冒險救自己嘅人，但係女巫師話佢唔會殺一個曾經冒險救自己嘅人。8.5 阿偉發誓。阿偉喺門口聽到佢哋所講嘅嘢，阿偉好感動，佢行入房喺女巫師嘅面前發誓。阿偉喺門口聽到佢哋所講嘅嘢，阿偉好感動，佢行入房喺女巫師嘅面前發誓，佢會永遠愛女巫師，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佢會永遠愛女巫師，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阿偉發完誓之後，女巫師身上嘅刀痕就即刻消失。阿偉發完誓之後，女巫師身上嘅刀痕就即刻消失。雖然1個月之後，女巫師因為心降變成好老咁樣，但係阿偉
仍然好愛女巫師。雖然1個月之後，女巫師因為心臟變成好老咁樣，但係阿偉仍然好愛女巫師。8.6 結局。阿怡同阿偉兩個一直都保持聯絡，仲係好好嘅朋友。阿怡同阿偉兩個一直都保持聯絡，仲係好好嘅朋友。2年後，阿怡同一個真心鍾意自己、對自己好好嘅人結咗婚。阿偉亦都戥阿怡好開心。2年後，阿怡同一個真心鍾意自己、對自己好好嘅人結咗婚。阿偉亦都戥阿怡好開心。阿怡同阿偉雖然喺唔同嘅地方生活，但係佢哋兩個一直都過住好幸福快樂嘅生活。阿怡同阿偉雖然喺唔同嘅地方生活，但係佢哋兩個一直都過住好幸福快樂嘅生活。The Heart Curse Unit 1 去泰國。1.1 阿怡同阿明結婚。阿偉、阿明同阿怡好細個就係好朋友。阿偉同阿明兩個人都好鍾意阿怡，可惜阿怡唔鍾意阿偉，淨係鍾意阿明。阿怡淨係當阿偉係好朋友啫。後來阿偉知道阿明同阿怡好快就會結婚，佢好唔開心。1.2遇見女巫師。阿偉嘅好朋友華迪就話同阿偉一齊去泰國旅行散心。喺泰國，佢哋見到一個泰國山區部族嘅女巫師。個女巫師好後生，好靚，但係個樣就冷若冰霜，好似好高傲咁。1.3會再返泰國。女巫師問阿偉係唔係喺泰國出世嘅，阿偉就話係，但係好細個嗰陣，爹哋媽咪已經同佢一齊搬咗去香港。女巫師好想同阿偉講出佢嘅身世，但係女巫師睇出阿偉心事重重，亦預知阿偉好快就會遇到問題嚟揾佢，所以女巫師就留咗自己嘅地址俾阿偉，叫阿偉如果有問題就嚟揾佢。原來女巫師由阿偉手臂上面嘅胎記認出佢就係佢哋死咗嘅族長嘅親生仔。2.2害死阿怡爹哋。有一晚，佢趁住淨係得佢同阿怡嘅爹哋喺屋企，佢將阿怡爹哋嘅哮喘藥換咗一個空樽，跟住就將冷氣校到好凍，令到阿怡爹哋哮喘病發。嗰晚阿怡爹哋就死咗。2.3車禍。後尾阿明將阿怡嘅剎車整壞，再通知阿怡自己喺西貢撞車受咗傷。阿怡趕去睇佢，所以開快車，轉彎嗰陣又唔可以剎慢架車，所以撞車，重傷昏迷入院。醫生話阿怡冇得救，只係剩返幾日命。Unit 3 心降。3.1 請女巫師幫手。阿偉知道呢件事，即刻去泰國揾女巫師。初時女巫師話佢都冇辦法幫阿怡，因為佢哋所學嘅巫術同埋降頭都係用嚟害人嘅，係唔可以用嚟救人嘅。阿偉係咁嗌女巫師，叫佢諗辦法。3.2 心降。最尾女巫師忍唔住阿偉嘅苦苦哀求，就講出咗唯一可以救人嘅降頭，叫心降。
心降能夠令所愛嘅人身體上嘅疾病同創傷轉移到自己身上。中咗心降嘅人，每逢半夜個心都會好痛，1個月之後呢個人就會死。而當一個人中咗心降之後，右手掌心就會出現一個紅點，呢個係中咗心降嘅人嘅標記。為咗救阿姨，阿偉完全冇考慮就決定用心降。3.3 寶藏。但係女巫師要求，如果佢幫阿偉用心降，佢就要幫女巫師攞寶藏，以復興佢嘅部族。原來女巫師係屬於巴根族嘅，好多年前佢哋係一個好強大嘅部族，族長好有領導才能。佢將族人剩餘嘅財寶收埋喺一個地方，佢驚其他部族嘅人會嚟偷個寶藏，所以佢做咗好多機關，而且用血鎖就鎖住寶藏入口嘅門，冇佢血緣嘅人係打開唔到呢道門嘅。3.4 打仗。後尾佢哋同隔籬嘅部族托爾族打仗，佢哋打輸咗，好多族人都死咗，財物都俾托爾族嘅人搶走。族長知道托爾族會追殺佢哋全家，於是就將嗰陣手抱咁大嘅阿偉交俾一個經過嗰度嘅傳教士，叫個傳教士將阿偉帶離開嗰度。3.5 族長全家被殺。第二日，托爾族就揾到族長一家人，將佢哋全部殺死。女巫師同族人一直都喺度揾個 BB 嘅下落。佢哋知道個細蚊仔手臂上有一個月形胎記，所以女巫師第一次見到阿偉嗰陣，就認出佢係族長嘅仔。而經過嗰次戰敗，佢哋族人都好窮困，好需要攞返嗰個寶藏。3.6 阿偉俾一對夫婦收養。阿偉亦都講出佢嘅父母同佢講過，佢哋係由一個傳教士度收養阿偉嘅，因為嗰對夫婦冇細蚊仔，所以就收養咗阿偉，而且對阿偉好好，好似親生仔一樣。收養阿偉嘅夫婦係華僑，過咗2年就由泰國搬咗去香港住。佢哋收養阿偉嗰陣，見到阿偉頸上面攬住一個好特別嘅玉嘴，個玉嘴刻咗一啲符號，佢哋估係阿偉嘅親生父母留低俾阿偉嘅。佢哋叫阿偉要好好保存呢個玉嘴，將來或者可以見返自己嘅親生父母。但係阿偉估唔到，原來佢嘅父母喺離開佢嘅第2日就已經死咗。3.7 應承返嚟。阿偉明白咗一切，話就算佢唔係要求女巫師幫佢，佢亦都會幫族人攞返嗰個寶藏，因為個寶藏根本就係屬於佢哋族人嘅。佢應承返香港救咗阿姨之後，就會即刻返嚟泰國幫女巫師攞寶藏。女巫師喺阿偉嘅手指度割咗一下，攞咗一啲血，放喺一個樽仔入邊，施咗心降，就叫阿偉帶返香港。佢叫阿偉將呢啲血滴喺阿姨手上，咁阿姨就會冇事。Unit 4救阿姨。4.1 喺醫院。阿偉返到香港嗰陣，阿姨仲未醒。阿偉將啲血滴落阿姨手度嘅時候，阿明啱啱入嚟病房睇阿姨。阿明對阿偉冷言冷語，阿偉好嬲，質問阿姨今次嘅意外係唔係阿明刻意造成嘅，而且佢覺得阿姨爹哋嘅死亦都好可疑。點知阿明話係佢整壞阿姨架車，而且阿姨爹哋亦都係佢害死嘅。但係阿偉冇證冇據，阿偉係冇佢辦法嘅。阿明估唔到阿姨因為心降已經完全清醒返，佢聽到阿明所講嘅一切，好嬲咁同阿偉離開咗醫院。4.2 再返泰國。阿偉驚阿明會傷害阿姨，
所以帶埋阿姨一齊去泰國揾女巫師。女巫師幫阿姨施咗護降，如果有人要害阿姨，嗰個人就會自食其果。而女巫師同阿偉就去揾寶藏。Unit 5攞寶藏 5.1 救女巫師。族長當時係畫咗機關圖嘅，但係喺同托爾族打仗嗰陣已經燒爛咗，所以佢哋只好冒險經過重重機關去攞寶藏。女巫師幾次都爭啲會死，好彩阿偉身手靈敏，又肯冒險救女巫師，所以結果佢都冇事。女巫師亦因為咁不自覺咁中意咗阿偉。最後佢哋終於攞到寶藏。寶藏係收埋喺好遠嘅地方，來回連埋揾寶藏嘅時間要幾日。5.2 真正嘅女巫師。喺呢幾日裏面，阿偉見到女巫師雖然外表好冷傲好惡，一啲都唔平易近人，但係其實心地好好。女巫師見到一隻白兔受咗傷，佢好細心咁幫隻白兔清洗傷口，又餵嘢俾隻白兔食。女巫師見到隻白兔好返啲之後，就好似一個細蚊女，好開心咁笑。呢次係阿偉第一次見到女巫師笑，佢笑起上嚟個樣更加甜，更加可愛。阿偉唔明白點解平時女巫師要扮得咁惡。佢諗可能因為佢哋族人以前同其他族人打仗，佢對人冇信心，佢好想保護自己，亦都好想收埋自己。嗰陣阿偉唔知，其實喺女巫師嘅背後有一個令佢好難過同刻骨銘心嘅故事。另外，阿偉感覺到女巫師好似好剛強，但係內心其實好柔弱。5.3 真正愛嘅人。阿偉亦都發覺自己慢慢咁愛上咗女巫師。佢發覺自己對女巫師嘅感覺同對阿姨嘅感覺係唔同嘅。呢個時候，阿偉醒覺到佢對阿姨嘅感情只係好似阿哥好錫妹妹一樣。雖然佢而家都可以為咗阿姨死，但係佢自己真正愛嘅人係女巫師。而家阿偉同女巫師都愛上對方，但係兩個人都知道係唔可能同對方喺埋一齊嘅，所以佢哋都將自己對對方嘅感情收埋。5.4 刀痕。由女巫師中意咗阿偉嗰日開始，女巫師身上就出現咗一啲刀痕。呢啲刀痕好似刀割咁痛，而且一日多過一日。Unit 6阿明追殺阿姨。6.1阿明揾到阿姨。另一方面，好似佢哋諗咁，阿明查到阿姨嘅下落，佢帶咗幾個人嚟泰國殺阿姨，希望可以繼承佢爹哋嘅遺產。6.2向阿姨開槍。阿姨雖然叫阿明自首，但係阿明唔聽，佢哋一齊向阿姨開槍，但係因為阿姨身上有護降，中槍嘅反而係佢哋。Unit 7破解心降。7.1阿偉同女巫師返嚟。冇幾耐之後，阿偉同女巫師攞咗寶藏返嚟，族人都好開心。阿姨因為阿偉所做嘅嘢好感動，變得好鍾意阿偉。佢唔知阿偉而家最愛嘅其實係女巫師。2玉嘴。距離阿偉中咗心降差唔多1個月，佢知道自己好快就要死。佢好想將由細已經陪佢一齊嘅玉嘴留俾佢最愛嘅人做紀念。佢將個玉嘴擠喺一個盒度，盒上面就寫住係俾女巫師嘅，然後放喺枕頭底。佢諗佢死咗之後，女巫師會見到個盒同個玉嘴。7.3破解心降。女巫師亦都知道阿偉就嚟會死，佢為咗救阿偉，決定用心降將阿偉所中嘅心降轉移到自己身上。
佢呃阿偉，話係由寶藏裏面揾到破解心臟嘅方法。佢攞咗一啲自己嘅血，撕咗心臟之後，就滴喺阿偉嘅手上。過咗一陣間，阿偉手掌嘅紅點就唔見咗。女巫師見阿偉冇事，就叫佢同阿姨一齊離開泰國返香港。點4，預備返香港。阿姨好開心，諗住可以同阿偉返香港過平淡嘅生活。阿偉好想同阿姨講清楚，佢而家中意嘅係女巫師，但係佢唔知點樣開口同阿姨講，佢覺得好為難。阿偉知道阿明已經令阿姨好傷心，佢唔想自己再令到阿姨傷心，所以佢決定同阿姨一齊返香港。點5，發現玉嘴。點知阿姨幫阿偉執佢嘅嘢，預備返香港嘅時候，無意中發現阿偉留俾女巫師嘅玉嘴。佢知道阿偉最中意嘅係呢個玉嘴，所以佢知道阿偉而家最中意嘅人係女巫師，而唔係自己。佢而家明白點解阿偉近來成日都避開佢，佢亦都明白點解阿偉而家雖然冇事，但係都仲係心事重重咁。佢知道阿偉而家中意嘅係女巫師，阿偉只係同情自己，所以應承同自己返香港。阿姨決定自己一個人靜靜返香港。佢留低咗一封信俾阿偉，祝佢同女巫師會永遠幸福快樂。7.6，阿偉發現阿姨走咗。第二日一早，阿偉發現阿姨一個人走咗，佢好擔心阿姨，諗住同女巫師辭行，之後就即刻返香港。Unit 8，知道真相。8.1，冇破解心臟。當佢行到女巫師房門口，啱啱聽到女巫師嘅徒弟阿內同女巫師講緊嘢。原來阿內啱啱無意中發現到女巫師右手掌心有一個紅點，所以阿內知道女巫師冇破解到心臟，佢只係用心臟將阿偉所中嘅心臟轉移到自己身上。阿內唔明白女巫師點解要咁樣做，認為唔值得為阿偉死。佢覺得女巫師對於族人係好重要嘅，佢應該珍惜自己嘅生命。8.2，會變得好老。女巫師話佢唔會因為中咗心臟而死，因為佢有巫師嘅法力。但係喺呢一個月，佢會老得好快。1個月之後，佢會變成60歲咁樣。阿內話，既然係阿偉自己選擇去為阿兒死，女巫師就唔值得為阿偉而令到自己變成60歲咁樣。女巫師話，愛情從來就冇話對與錯，值與唔值，應該與唔應該，而且佢反正會因為自己曾經發過嘅一個誓而死。8.3，發誓。原來佢以前有一個男朋友，個男朋友唔係真正中意佢嘅，只係想從佢身上學巫術去作惡。女巫師嘅爸爸亦都係一個好叻嘅巫師，佢當時已經睇出呢個男仔唔係一個好人，叫女巫師離開佢。但係好可惜，女巫師唔信，依然同個男仔喺埋一齊。後尾因為佢爸爸揭穿咗嗰個男仔嘅真面目，而且想阻止佢去作惡害人，結果俾嗰個男仔殺死咗。雖然女巫師最尾都將嗰個男朋友殺死，但嗰陣佢就發誓，將來自己如果愛上任何男人，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4，誓言應驗。而家嗰個誓已經應驗咗，由佢愛上阿偉嗰日開始，佢身上就出現一啲刀痕，而且每日咁增加，刀痕好似刀割咁痛，直至滿咗1000條刀痕，佢就會死。阿內問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女巫師話有2個方法可以令佢唔使死，一係喺佢身上未出現1000條刀痕之前，親手將所愛嘅人殺死；二係所愛嘅人
真心愛上自己，而且願意為自己發誓，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將會死喺千刀之下。阿內話，反正阿偉中咗心降都係要死，女巫師可以親手殺死阿偉，咁就可以唔使死。但係女巫師話佢唔會殺一個曾經冒險救自己嘅人。8.5 阿偉發誓。阿偉喺門口聽到佢哋所講嘅嘢，阿偉好感動，佢行入房喺女巫師面前發誓，佢會永遠愛女巫師，如果有一日變心嘅話，就必定死喺千刀之下。阿偉發完誓之後，女巫師身上嘅刀痕就即刻消失。雖然1個月之後，女巫師因為心降變成好老咁樣，但係阿偉仍然好愛女巫師。8.6 結局，阿怡同阿偉兩個一直都保持聯絡，仲係好好嘅朋友。2年後，阿怡同一個真心鍾意自己、對自己好好嘅人結咗婚，阿偉亦都戥阿怡好開心。阿怡同阿偉雖然喺唔同嘅地方生活，但係佢哋兩個一直都過住好幸福快樂嘅生活。